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花莲近海发生规模6.6个大地震，各大已经发生100多起的地震尾。今日透早8点38分，花莲的丰滨阁发生规模5.3个地震，上大震度伫大东有4级。另外，花莲的玉里玉兴桥嘛，因为大地震海起，有赶紧封起来袂使行。啊，过经过检查，旧桥伫早暗10点已经先恢复通车。玉兴桥原本是敢若2线道，当地混跨要加车道，所以伫旧桥两边是吊牛拓宽路面。顶礼拜六才拄完成吊牛的作业，放32支，才拄放起哩尔，就拄着大地震，有20多支拢海起，有的佫断去，损失是超过4、5千万。工程单位伫昨昏封路，经过检查，确定安全无问题，伫早暗10点已经恢复旧桥会当行，即阵已经会当通车。继续关心花莲玉里的玉兴桥，当地做粉块工程，结果大牛才拄起哩3天尔，就拄着大地震。啊，那这地震嘛造成花莲一寡灾情，有民众厝内瓦斯桶倒去，瓦斯漏，嘛有家米厂的铁厝变形，漆仔拢走出来。对空中看落去，玉兴桥两边拢断了，有40到45公尺的大牛断过哪zat真侪落伫个河床顶面。公司记者伫天一个光，随即就出动空翕机，翕到即个新桥粉块工程未堪的一摆强烈的地震拢断去啊。其实这大牛顶礼拜六才吊装完毕，伫施作安全设备期间拄着地震，损害严重。我们总共是32只梁，大概初步的检查大概有23根梁损坏。刚刚吊完梁这个阶段。也是桥梁最不稳定哦，最也是说最不稳定、最不安全的一个时候。强烈地震了后，一直有动，熊一直摇起来。玉兴桥边的玉里边伊所在招牌一直害。为了安全，大牛严重毁损了后，塑化界工程处人员赶来现场，把桥封起来，通知在场记者赶紧来撤退。会爆裂哦！这样子哦，不要进来。你现在是在做管制的吗？对，我们现在要做管制哦。由于这间艾米工厂传出内底倒去，一个铁门变形，漆仔拢流出来。23、24负责人赶紧来了解，外壁几那片的铁片拢变形碰出来，今日去米汤拢倒去了。里面一个储存的比较高的那个储存桶倒下来，天亮了又看里面的情形，然后要进行怎么抢救再进行。负责人讲，厂内放1000吨的漆仔，不过实际损害还佫了解。加在强烈地震发生伫半暝，无人掉伫内底受伤。规模6.6强烈地震，刷来5分钟内底，伊佫地震2摆。桥里的民众甲出佚佗的民众，因为感觉真惊，加在是有惊无险。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即阵规模6.6个大地震，地震的中央伫花莲近海，这嘛是一个所在，这50年来头一届发生规模超过6个地震。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届地震后壁阁有遮尔侪地震尾是较特别的所在。另外，嘛有专家是认为讲，东部外海海高型的地震有较活跳，爱斟酌嘛爱细致。爱人甲代表爱情的锁头锁伫早就已经强要无法度使用的玉里旧桥桥顶，桥就伫后亚邦地甲菲律宾邦地隔界，因为一直小客变形，电工所都想到，都甲改说做浪漫的邦地小镇。这个所在煞变做定情的风景点。不过两大邦地23透早又搁小客，即届引起规模6.6个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采访记者伫玉里翕的时阵，记录到摇撼的时阵。来地震！学者指出，两大邦地小客引起地震，伫国内真接快。不过，即届余震为了较强，比较特别。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说，它的余震也蛮大的哈，所以造成了就是说大家都非常有感这样。它可能还是会有将近5左右的余震，还是会再发生啊。学者是讲，大地震发生了后，周围应力也未调整好，就会出现余震。建议无只有空间设计，平时也做好防震准备。这种规模的地震唔免伤紧张。不过，什么时阵大地震唔知，也是应该爱持续观测断层。持续的观测，或者是说你去评估这断层的它可能的再现性，那做危害度的评估，这个是政府或者学界该做的事情。研究高地震的学者讲，这个所在几60年唔捌出现规模这大的地震，建议爱关心东部外海海高型地震，周期是100年左右，有可能引起更较大规模的地震。有联动性了，这边发生了，那边的活动的几率会提高了。它可能本来是在5年后，被提前到4年后。
气象局讲，这个所在1973年了后，将近半世纪毋捌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23一群出现2届，这届强烈地震是邦地小克，甲1999年921大地震长站顶下站变动原因无同。这原来是921了后第4强的地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水气有较侪，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花莲在内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那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敢若12度。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咱同款是受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线的影响，伫西半部落雨机会有较悬。气象局嘛有针对南投、花莲、台中、嘉义、高雄、甲屏东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嘛有局部大雨的发生的机会。山区爱细致会落石头，会水崩山，日是水气会较减，透早各地拢同款，温度较低较凉。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台中，敢若12度左右。明仔载水气会搁较少，会搁较减，加上东北季风有减弱，所以各地拢会回温。明仔载高温有27度至31度。若拜六暗搁会变天，锋面瓦近了后，礼拜日全台湾拢会落雨。中部以北雨水会较高，礼拜日到后礼拜二透早会上介寒，低温存无15度。到后礼拜三，东北季风减弱，才会搁回温。各地动各落雨，乡亲最近要挖进山区，一定爱细致。地动嘛传出一寡灾情，亲像花莲甲台东就有21间学校损害。花莲玉里的赤瓜山产业道路嘛崩山，若方边乡去高山部落的方向，嘛有大粒石头扔落来。今日去教室，看到规片稀稀灰灰，和老师是看甲共气。小朋友在这边真的不安全哦。对啊。教室的天棚因为地动，真侪拢变形，有的嘛连落来，电线嘛规个垂落来。每一间办公室甲教室，轻钢架啊嘛拢放落来，物件也甲规涂骹。伫个地动中心附近的中滨乡中孝国小，灾情是真严重。高市台东就接着18间学校有灾害损失。像战场一样，小朋友都可以集中在防疫教室，但是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是全部都到分校去上课。那台东市花莲县嘛有4间学校传出灾情。地震发生的时阵，台东病院成功分院，医护人员是赶紧走出来，不少办公室甲病房拢受到损害。部分的患者搁爱转院洗药纸，还有病人困的，却有落落来窗仔门喊着头壳。地震了后，各地是小连续传出灾情。石头落伫个车路的外口，雨是就无休困，因为发生地震，花莲玉里镇赤瓜山产业道路有石头放落来，警方去现场围封锁线，禁止人甲车通行。往赤科山约7到9公里，因地震关系，落石滑落地面，影响行车安全。远警已到现场拉起封锁线，管制人车。出动怪手来处理，受到地震甲落雨影响，方滨乡的基架村、关山部落往雷达站的方向，沿路有大粒石头落落来。雷达站的官兵因为另外道路未通，无法度落山，今嘛灾情一直传出来。气象局嘛提醒民众爱注意华东山区有石头崩落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外有一寡所在疫情共款真严重，这阵啊，落飞轮机采检的阳性率是超过6%。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对今仔日原点开始，落飞轮机的采检会实施分流，18岁至59岁轻症的患者被各送病院，会改送去加强版的防疫旅馆，也是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卖看国外疫情进一步规划入境检疫的做法。咱来关心《中国时报》，国民党伫昨昏宣布要提名台南市议员谢良介参选台南市长。党主席朱立伦是肯定谢良介伫台南服务30冬啊。谢良介嘛话说讲，要互30年来拢无政党轮替的台南市长会当换人做看卖。若要争取连任的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表示讲，希望会当甲谢良介来一场君子之争。来看联合报，两岸要安怎重新启动协商？陆委会主委曲泰三昨时表示讲，以台湾人多数的共识，中国维护中华民国主权无算台独的话，安尼咱甲中国协商谈判时，这是两岸协商较好的条件。海基会秘书长嘛表示讲，咱甲海协会目前共款拢有伫联络，只是对方是有听无应，会继续处理。两岸局势最近较紧张，外界嘛咧讨论讲，这做兵爱做偌久才讨动这个议题。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敢要对即卖4个月延长做1冬，目前政府国防部已经有咧研究。
专心操课做兵，咱国一男敢若需要做4个月兵，因为疫期底抵触到军事训练役，真一届互人质疑无合格。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咱国人开始重视国防改革。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有75%的民众同意兵期延到1年。不过，原来有大学生是讲，那做训练内容无改变，只是了时间。那你训练1年的，他不一定还记得，这根本没差吧？所以会觉得说，其实不管怎么样，是不是训练的内容要改变呢？对啊，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训练什么。延长1年的话，大家对一些训练比较扎实，因为4个月的话，通常刚进去还大概1个月适应之后，剩下2个月可能还在摸索阶段，然后这1个月可能就准备要退役了。调查立委同款关心疫期延长议题，国防部长邱国正23宣布，今年会完成评估提出报告，偏向无修法。而且公告1年后才会当实施。因国立委提出兵役法，相比兵役分做现役1年，也有4个月以来军事训练，也甲后备役。也就是讲，若做无修法，敢若2个选择：军事训练役维持4个月，还是恢复义务役做1年兵。现在法律是为期1年，然后军事训练是4个月以内，是可以缩短的，但是不能延长。但是现役是就是1年。那部长，你们研究出来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你要10个月、11个月我都 OK， 但是不是 OK 啊？我支持，但是会出现要法律依据，法律要依据嘛。OK， 好。柯国正强调，疫期调整爱看疫情，也是防卫作战的需要。专家分析，若做延长为1年，会当学志愿役培养一人一项专长、一项能力的步枪兵。他也可以担任比如说小型团体的操作武器，比如说60迫炮或81迫炮，他也可以担任副炮手嘛。那你想想看，透过1年的役期之后，这个士兵他是一个步枪手，也是一个机枪的辅助手，甚至说一个弹药搬运手。南韩、新加坡疫期拢比台湾较长，台海情势严重，强军一直对台湾实践化的规模、强度甲次数，国防改革爱赶紧做。专家认为应该赶紧踏出改革的第一步。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咱台湾羽毛球一哥周天成伫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4强，输予现今的球王安赛龙。伊原本是按算20要坐飞机转来咱台湾，严格煞风声讲伊伫英国较近去袂到的消息。羽毛球协会嘛有证实这项消息，嘛表示周天成是轻症的患者。目前小天他是轻微的症状，目前他的健康状况都还不错。那基本上还有是我们协助他在英国续的饭店的部分都帮他处理好，外交部跟体育署这边我们都有联系。现在要等他那边 PCR 检测出来，明天看检测结果，如果是阴性就可以上机，如果没有的话就再等一下。根据了解，周天成已经做过2档预防射，伊只有淡薄感到的症头。目前甲伊的物理治疗师拢留踮英国，等好日子才会转来咱台湾。另外，羽毛球协会嘛证实讲，世界球协戴资颖细里的教练嘛有去会着，同款即马拢留踮英国，相关的单位拢会提供协助。若戴资颖伫昨昏已经转来咱台湾啊，伊的体检拢阴性。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有一个是和平病院去会着的护理师的查某囝，等于是因兜一口罩4个人拢去会着。另外，阁有一个是新北市一个女性，目前感染源也不明。若大病入境的部分有增加95例，其中有2例是智慧城市展览的外国贵宾。目前这个外国贵宾内底已经有3个人去会着。学生囡仔坐防疫计程车登记学校，学生一个落车随有防疫人员喷酒精消毒。体检车紧急入去台北市某一个国中，23下晡完成所有的师生采检。台北市政府下晡的防疫记者会也临时改做线顶说明，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国新增加2例本土，其中一个是台北市和平病院护理师的查某囝，按22322二采阴转阳确诊。停课的师生有44人，扩大的采检总共2476人。另外一个确诊的本土个案是新北市深坑40多岁女性，因为陪病人去病院采检确诊，CT 值是33.7，无症头。2月3号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分别是台北市甲新北市，感染源不明，爱搁查。境外移入搁新增加95例。其中2例是智慧城市展外宾团，分别是波兰籍、巴拉圭籍。外宾团累计3人确诊，因为活动未少政要参加，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台北市长郭文哲等人。王美花有发声明，强调快筛结果是阴性，无收到科列通知。
我们昨天在会场是戴 N95 口罩，那跟外宾都保持1.5公尺以上，要自我健康监测就可以。这边总共有5045人，我们会发细胞简讯给他。验过智慧城市点，互人讲部分外宾入境机场并无采检，真侪人直接互人送去台北市金华酒店，再由台北市联谊带团去酒店采检，才有验出一个84外宾确诊。外界的批评，专案是防疫的漏棚，这是因为无落实落地采检才造成的。那第一个文，他们事实上是说要在饭店采检，那另外一个文改成是在机场采检，所以才会有这2种的方式。其实这一次也没有任何漏接的一个状况哈。台北市政府表示，外宾团有38人居家隔离，另外有107个店场工作人员加12个饭店人员进行自主健康管理。智慧城市点也提早结束。外宾团住金华酒店的3层楼，封锁72点钟，全房间消毒。指挥中心表示，针对这届外宾专案，防疫确实会进行检讨，并提醒相关部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4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9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2188例。中国病例无包括香港超过13万例，日本是超过619万例，韩国超过1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加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000万例，法国是超过2400万例。各国陆续拢在开放边境啊，马来西亚嘛同款。马来西亚是已经宣布讲，对4月份、4月初开始会当开放观光，只要是有注意风险、体检是阴性的，入境马来西亚唔免隔离。另外，这莫德纳预防射的药厂嘛公布上新的数字，因讲6月以下囡仔注意风险，甲18岁以上的大人防护力是同款的。甲囡仔注新冠疫苗，莫德纳的研究总共测6900个囡仔注2剂新冠疫苗，初步的资料显示，囡仔注了后的防护力甲大人同款。Today we announced the results from a phase 3 study in about 5,000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6 who'd received 2 doses of our COVID vaccine. And the really good news is we met the primary endpoints of that study, meaning that the vaccine provides the same level of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 in young kids as it does in adults. 研究结果显示，6个月到2岁囡仔对 Omicron 病毒的防护力是44%，2岁到6岁是38%。莫德纳即马已经核准对成年人做疫苗，而且宣布会申请 FDA 授权，予6到11岁囡仔做。马来西亚马六甲的路开始有旅客，即马世界各国拢放零防疫限制，开放边境。马来西亚政府也宣布，自4月初1开始，旅客只要完整做过新冠预防针，出发甲入境时阵核酸检测拢阴性，入境就免隔离。我们相信，随着国门即将打开，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呢将会选择来到马六甲，机场街会恢复疫情之前的这个面貌，还有它的这个繁华。观光收入是马来西亚经济的主要来源，2019年时阵占 GDP 的15.9%，其中外国甲本国旅客一半一半，所以个开放外国旅客入境对观光产业正重要。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其昌编译。来关心江西空难的搜救行动，伫昨下晡4点半左右有找到失事班机的乌鸭仔，赶紧送北京去鉴定。搜救人员即马有发现部分人体组织，也有飞行机的残骸。在现场，调查人员对记录器进行了初步检查，记录器外观破损严重，存储单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坏，但相对比较完整，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中国民航局是表示讲，乌鸭仔内底个数据爱个解套，解套需要一段时间，准讲完成解套，就给较知影讲事故的原因，通做出判断，提供重要的证据。啊，那调查人员继续在找出另外乌鸭仔的一部分，这是飞行数据的记录器，要来了解规个代志是
为怎样会发生？俄罗斯拍乌克兰已经战1个月，北约是宣布讲要扩充军事部署。另外，有报道即马是表示，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西边即马也个会通看到乌克兰的国旗。也毋过，俄罗斯的军方伫南部的城市马里坡继续轰炸，即马也个有10万的百姓掉伫内底。伫马里波的路的即台被炸毁的车，开车甲坐车的人拢不幸死亡，因为到伫咧边啊来来回回一直行，无愿意离开，也无爱互人挖。一间动物病院的兽医不忍心，该带登去治疗。Ну, так как у него было второй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решили его назвать в честь города Мариуполя, с которого его забрали. 俄罗斯对马里坡的轰炸愈来愈接，有消息讲内面也有10万居民。另外，基辅市长讲，基辅西边的马卡里夫已经互因抢带。有报道讲，看到乌克兰的国旗搁升起来，基辅北边30公里的一个村也搁伫咧战斗。乌克兰已经夺回基辅西北部甲东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包括伊尔平大部分地区。美国国防部讲，乌克兰收回部分土地，南部战线有好消息。It's not top secret. The target of aggressors is capital of Ukraine. The aggressors have plans 3 weeks ago to be in capital. Russians killed 264 civilians. We listen bombing attack right now. It can be more. 美国讲，根据情报，俄军确实伫咧乌克兰犯战争罪，因若北约会开紧急峰会，批准一项伫东部地区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大幅度军事部署的计划。另外，波兰以重视间谍活动的理由，甲45位俄罗斯外交官拒绝出境。因若俄罗斯也采取行动对付各国的压制手段，讲无友善的国家若要来买天然气，就要用卢布来买。叫俄国的央行1礼拜内爱定出办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真侪外国人看袂落去，自愿去小镇，要去帮助乌克兰。啊，若法国即马就有一个退伍的特战队军人，互大家伫出发进前先参加2天的训练，先有基础的战斗知识。摕到枪，这几个法国人为上战场伫咧做准备。Ensuite, vous avez toujours une poignée de pistolet qui sert au maintien de l'arme, d'accord? Vous avez toujours ici un pontet qui protège la queue de détente à l'intérieur. 因的教官是退役的特种部队军人米凯尔，伊伫网络顶看到真侪人想要去乌克兰斗相共小战，也过无经验，所以主动办训练。C'est une journée d'instruction pour leur donner un vernis avant leur éventuelle projection en Ukraine. Donc un vernis en combat sur une zone urbaine et périurbaine, en apprenant les actes réflexes du combattant, à tenir une arme, à se déplacer en colonne. 乌克兰政府讲，当地外籍兵已经有2万人。米凯尔也依照乌克兰的情形，设计夜情向前，紧急救护，城市拍巷仔阵的项目。C'est ce qui est le plus compliqué, c'est là où il y a le plus de pertes, donc comme on disait, entre 3 et 5 minutes pour l'espérance de vie en zone urbaine. 伊讲，敢若训练2天根本就无够，因过至少会当互接受训练的民众学到上基本的战斗知识，而且爱正认真的想一下，敢真正有要去烧战。La première idée, c'était peut-être d'aller aider les Ukrainiens en tant que combattants, mais je pense que mon camarade, après avoir un petit peu réfléchi, je pense que ce serait pas forcément une bonne idée, n'ayant pas forcément d'expérience militaire sur le terrain. Et je me suis plutôt orienté vers l'humanitaire. Je ne veux pas devenir un robot, pas du tout. C'est simplement d'acquérir comme je le dis, des bases, des automatismes qui me permettront, si demain, hélas, un conflit venait à arriver en France, à pouvoir faire quelque chose assez rapidement, en tout cas intervenir. 伫训练了，有一寡人发现家己无战斗能力，协助人道救援可能更加适合。不过也有人认为提悬忧患意识是好代志，因为小人也无法度知影法国是毋是有一天也会发生战争。因也未决定是毋是要去乌克兰，不过已经了解到去乌克兰小战毋是伫咧滚耍笑，一定要正认真的思考，做好准备。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那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阁互因的法院判刑判9天，是指控讲伊犯大规模的诈欺，也阁看进法庭。那纳瓦尼的发言人即马是较烦恼讲纳瓦尼刷落来可能有性命危险。
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拜二去罗西亚法院，以大规模诈欺甲藐视法定的罪名判9年的徒刑。当场提出质疑，伊两个律师对外表示会提起上诉，嘛叫警方暂时拘留。纳瓦尼2020年服用神经毒剂药头，换去德国治疗，才总算复原。西方自头至尾拢怀疑普丁政府就是这个案件幕后的主使者。纳瓦尼去年冒险返去罗西亚，一个到位尔就随行掠去，而且向指控讲伊违反假释条件，判2年半。已经伫莫斯科当兵的一间监狱关1年，即马佫去犯安新的罪名。支持者怀疑这一切拢是普丁直接下令主导的行动。This is not a surprise that Putin would like to keep Alexei in prison for as long as he is in power. We are completely sure that this is his direct order to imprison Alexei. 了后，纳瓦尼伫 Instagram po文批评讲，普丁假面对事实，伊会坚心对抗审查制度，甲真相传达予罗西亚的百姓。纳瓦尼伫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进程，都要批评罗西亚政坛甲联合国安理会。即届互判刑了后，伊会互转送去安全戒备搁较严格的监狱，恐惊会失去对外发言的管道。因若美国这边是大力谴责这个判决。This disturbing decision, the one announced today, i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widening crackdown on dissen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is intended to hide the Kremlin's brutal war and unprovoked war against Ukraine. 纳瓦尼的阵营烦恼讲，接落来伊的生命安全恐惊会受到威胁。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各界，伫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严重违反人权的时阵，大家都要真重视这个判决。因纳瓦尼伫顶一届出庭的时阵，嘛早就已经讲明会坚心对抗到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争已经满1月日，美国认定俄罗斯犯战争罪，嘛提出新的制裁。另外，头一批送乌克兰的武器，伫这2天嘛送到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各国拢在制裁。俄罗斯是颠倒谴责讲，谷歌新闻网站散布战争的假消息，已经封锁这个网站。来关心你国家菲律宾后礼拜会伫松岛举行30天来上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反制中国伫南海扩大军事。来关心美国 FDA 伫18时有公告讲，有一批咱台湾进口过去的金针菇验出李氏特菌，而伊个是佫公告讲第2批嘛同款。咱农委会赶紧去追查，发现这2批拢是对中华一间农场出货的。目前咱国内这间农场出货的金针菇嘛全部先拢落市。美国 FDA 18只公告，台湾一批外销去美国加州的金针菇验出李斯特菌。这3天2日，美国 FDA 官网又搁公告，另外一批台湾金针菇同款验出李斯特菌。这2批金针菇拢是上旺农场所生产的。小连续2批外销金针菇出问题，即卖业者当伫查到底是倒一个所在出状况。我也不确定是哪一个批号就是哪一个货柜出去的。贸易商那边查证的话，就是接近快2个月的时间才到美国，就是起码超过55天左右了。农粮署追查，上旺头一批予美国落落来消费的9.2吨金针菇，是去年12月转归外销。美国 FDA 公告的第2批数量有17吨，是今年1月外销。由美国先向韩国的厂商落单了后，韩国才转单予中华关菇类合作社，到尾由上旺农场出货。农委会注意表示，在运送的过程中，污染的可能性较大。运输过程或者是在包装的这个处理上，那产生这样的疑虑，尤其是现在的航运运输所造成，可能因为时间拉长。学者指出，李斯特菌较会冻寒，一般的环境中真接看到，在4度以下也是会当生炭，所以实在保存无细致，也是冷藏过程拢有可能污染。提醒尽量避免生食，嘛要注意伫处理过程中污染到其他会当生食的食材。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往来食客伫去年互中国禁止进口了后，今年咱是增加冷冻外销，销去日本，希望要拍开往来食客的通路，希望外销量会当增加到2000吨。另外，佫一个好消息，这就是高雄的枣啊，伫2月份的时拍入去法国市场了后，即马连英国嘛拢要来买。
一刀甲体边的往来食件切开，锅肉食起来都那亲像冰淇淋同款，真受日本人介意。中国去年9月宣布全面禁止台湾的食客任务进口，互外销去中国的大件往来食客受到正大的影响。即马这些食客要透过冷冻技术，小企业未开放新鲜食客进口的日本。冷冻的凤梨世家也是一样，相对的是分担了他们的焦虑啦。透过我们冷冻加工厂在产地先把这些凤梨世家收购起来，然后经过相关的这些冷冻的技术，慢慢的来外销，希望能够达到外销数量达到2000公吨。工作人员将往来食客抽风封存装箱，高雄这间业者得到台东农改场研发的吹色加全购冷冻技术，23要出口2万多吨的冷冻往来食客去日本，另外开外销出路。那食客已经到3季尾啊的高雄蜜枣，今年2月头一遍出口260公斤去法国，消费者真爱吃，即马连英国嘛要落单。英国的贸易商也跟我们高雄下单，在昨天就飞往了英国，进行了第2批的贸易。这一批贸易扩大了1倍，大概是480公斤的高雄蜜枣。一粒一粒脆个甜的高雄蜜枣，较早拢是用海运销去日本加新加坡。今年结合保存加冷链技术，用空运拍入去欧洲市场。高雄市政府讲，若做英国接受度悬，会陆续将其他水果销去欧洲，扩大外销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昨半暝啊发生大地震，真侪人航海精神，有的人是赶紧走出去，有民众是去家己大饭店，所发现发现这楼梯头啊囤一堆物件，阻碍民众逃生。业者是解说讲，因为饭店当咧装潢，透早就甲物件刷走啊，结果是无影无食，民众是真生气，转去向家己市政府检举。来到家己市这间关子饭店的民众，沿着逃生梯行落去。1楼时阵看到倒椅被放伫楼梯间，也毋过几点钟进前物件搁较侪。回到房间的这一段路就发现1楼啦，3楼、4楼都有堆放杂物这样。从另外一边往下走，发现另外一边的逃生梯也是堆满了一些东西。清洁车放伫6楼逃生梯登降的所在，5楼出现吸土粉的机器，4楼有杂物车，1楼是放倒椅。民众讲，23透早大地震的时阵，伊甲朋友伫1楼要行逃生梯，登去房间才发现楼梯无正空。另外一座逃生梯也有相款的情况。不只是地震今天发生火警，大家一定是仓皇的要逃出那边嘛，那就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跟逃生的困难。也有跟房屋主管分别从左右侧开始巡视下去，这样，因为这个小书屋让客人住得这样不安心，我们深感抱歉。饭店恢复小城市是旅馆内底装潢，才甲这物件放伫逃生梯。23早起就恢复啊，也毋过伊中途12点退房，也看到这物件放伫1楼，向家己市政府来检举。那到达之后啊，我发现它的2侧的楼梯间，1楼都有堆积一些杂物。那我们立即予以劝说啊，请那个业者马上改善。消防局表示，虽然其他站楼拢有健康，2边逃生梯1楼却受放倒椅，先开出款倒单，要求业者来改善，后续继续来追踪。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个女性，家己去爬玉山，尾也是失去联络。南投县的消防局经过2天找找，伫溪边找到伊的遗体。专家即马是表示讲，像这款有困难度的行程，要爬就要有人做伴，规定人较安全。滑落点，疑似滑落点。虽然落大雨，搜救人员伫山谷中间也是一直伫咧找即个失联的登山客下落。新北市姓林的女子伫19家己到南投的信义去爬玉山的800峰，也佫有对关山，也毋过并无依照计划如期转来。厝内底人无度联络，赶紧来报案求助。南投县消防局伫暗时接报了后，2日内展开救援，伫登山口500公尺所在，发现姓林的女子无小心摔落去的坠落点，红色爱包甲硬钉。23中昼伫一个溪谷顶面，大约30公尺边大所在，找到伊的遗体。下方溪谷组的。他们是用上切的方式，在溪谷上方大约30公尺的平台，发现林姓女山友的大体。那经评估，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有这条到对关山的路线，不是大众的路线，林道沿线行行差不多30度左右，是有困难的路线。一般的山友袂选行这所在，专业的向导就讲，无建议民众家己来爬，应该要有人斗阵，并且最好饮水牛食才准备，才好到挑战困难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相当的困难，
它除了山势很陡峭以外，落差也非常的大。我们常在奉劝登山的人，真的不要独攀，尤其像这种高困难度的路线，一定要结伴同行。救援现场也是继续伫落雨，山谷中间水也是串串流。南投县消防局讲，搜救人员用吊挂甲用人工的方式，甲4名的女子的遗体给运送出来，并且已经伫2点44分交由警方来接手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慢慢为着要推सक्在地观光，特别举办导览员的训练课程，即将有32个学员通过考试，摕到合格证照。到5月底进前，游览车载游客去游览，这导览员就会出来替游客小解在地特色。讲到屏东慢慢，已经毋是干那有迪卡路，为着拍拍游客印象，推广在地人文、景点、各农产品等等。慢慢乡公所特别举办导览员的培训，让学员详细认捌在地，学习安怎小解，让游客知影。因为我通常都会跑外面跑山区，那反而说自己在地没有去做这样子的观察，对。那通过这次的这样子的导览训练，我们在更用双脚去走这一块地方，我觉得学到更多，收获很多。3礼拜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客家庄的历史、在地农产和餐厅的小解。更上重要的户外实际演练，透过10天的训练，有32个学员通过这届的培训，摕到证书，成做合格导览员。陆陆续续到5月底，都会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呢，能够组团来参加我们这边的小旅行，有我们在地的力量，我们真的在地的地陪的力量，来深入的、很深刻的介绍给大家。今年慢慢乡公所第3月到5月举办万古风情节活动。这导览员会带游客认捌在地，了解地方历史甲人文故事，嘛推广本土农产和特色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在屏东，来去屏东新来义部落的三小馆，即马这个所在是改做专门的收藏原住民文化中心，是要鼓励促进部落阅读的风气，嘛希望会当把这个所在当作传承甲推广原住民的文化基地。充满特色的装潢、舒适的空间，这原本是屏东县的新来义部落产销中心，即马改装做图书馆、图像空间，让居民有休闲甲阅读的所在。过去这一间是我们88风灾之后建制的一个产销馆，我们县委就自己拿回来活络，来营造出一个制图来让部落的阅读风气能够提升。大部分还是以我们原住民的书籍为主。图像空间内底专门收藏各种原住民文化相关的册、研究记录等等。原民处也希望图像空间会当成做一个传承、推广原民文化的基地。不管是原住民语言，不管是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相关的研究调查，这几年来我们把原住民地区出版过的书籍，尤其是我们屏东县的，我们都想尽办法来把它找出来。另外，图像空间也规划侪展览、体验活动等等，希望会当吸引愈侪人走入来图像空间，做伙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头一届西画家陈定波，伊的作品即马是予伊的后代子孙收集做陈定波专辑，伫昨昏举办发表会。伊的大孙是表示，相关的红仔册、舞台剧拢会继续推广甲推动，要来推广陈定波的艺术教育理念。已经过身的画家陈定波的孙仔，将阿公的画作送予陈定波专辑的总主编，感谢伊为陈定波的付出。集结台湾头一代西画家陈定波作品的陈定波专辑，23举行完成的发表会，详尽呈现陈定波的生命史甲艺术史。我就想讲，要用这个资讯来给拍做动漫，来给画做漫画，甚至用戏剧去呈现伊的后壁这个思想的代志。陈定波的大汉孙公配合出版相关的动画、红仔册、舞台剧拢会陆续来启动。出版的团队也认为，专辑的出版意义真重大，因为是正式学术的研究，也有讨论的共同的基础。陈定波的全集出版，也正是我们比较严肃的，那么比较全面的对陈澄波展开认识跟研究的一个开始。真的创作的作品成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而且他对于这个推动栽培提拔我们台湾的美术界呢，这贡献也非常非常大。
陈定波的大汉孙强调，出版的团队经过10年努力，将予专辑完整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未来也经由动画甲翁仔册这大众艺术的手法，来推广伊阿公一生追求艺术教育的理念。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来看一展览，这是倒数江湖武侠伫台湾的展览，是利用电视、电影甲广播来消解武侠剧伫台湾的演变，也是听中心搁请广告的老师张宗阳来制作演过真出名的广播剧，带乡亲咱做伙来听看卖。等第部剧电影《龙门客栈》的景嘛有放大条床来解说，迄阵是安怎拍飞天国家的场面。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最近展出甲武侠剧相关的展览，内容包括广播电视甲电影，亲像电视武侠剧，都有特别的发展历程。头一届就是讲，吼咱本土的电视剧以武侠来做主题，第二届就是讲，吼咱甲台湾甲香港无共款的去相咱相比拼。第三届就是讲咱来甲像大家即马知影的《神雕侠侣》，也是讲像楚留香做一个经历，是讲伊经过无共款的历史的演变。第一部电视武侠剧的开端就是台剧武侠剧，另外嘛有广播剧、影视厅中心，特别请较早广告正知名的张宗阳老师，甲伊的团员，将60年代观众真爱的自来也中配音，互民众重温过去。所以伊搁找师傅去画，用画的方式画连环图，用连环图直接配音广播剧的遐个团员录的音，会当真详细去介绍遐个武侠的招式。一剑分呢，就是一剑会当将迄幼魔甲破成两平。用广告的方式搭配影像，展览嘛结合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用手机操作，嘛通看到一寡珍贵电影的修复部分，而且嘛通角色扮演。希望大家对武侠剧的过去到大的演变有更加深的了解。登记到4月底。记者陈阿文李玉凯新北报道。高雄中学今年100岁啊！100年来1世纪有留落真侪记忆甲文物，即马嘛伫高雄的历史博物馆伫做展览、做特展。展览内底嘛当看到高雄对日本时代到民主时代的转变。讲到高雄中学，就想到红楼火车头卡其制服甲青色的册包。对1922年日本时代的高雄州立中学校开始，乡中到今年4月7日拄好100年，有真侪珍贵的老相片、教材、教具、甲学生课本等等的文物。来参观的校友想到家己的青春回忆。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凡的，不是那么强调攻击的一个展览，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度意义的展览。100年的乡中经过日本时代战后到戒严民主，所以嘛有会当看到日本时代学生军的训练，甚至228事件，乡中自一堆的老相片。这个特展嘛用历史的角度来呈现学校的发展。经历过一个较无共款的历史事件，228事件的时阵，对学校的学生甲老师有啥物的影响？其实阮嘛是用历史的角度来介绍。学校嘛，甲所有学生的毕业纪念册数位化，校友真紧就会当找到家己的资料。100年乡中特别踏出校门，到历史博物馆展出，希望校友民众拢会当来找找回忆，见证城市的发展。记者邓家文、罗维做高雄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台铁公司化的条例已经送立法院要审议。台铁企业工会昨昏是招9000个员工去立法院陈情，嘛讲准讲政府无具体回应5一劳动节，因无要加班，要依法休假。那台铁的产业工会嘛表态讲，因要对咧做。北部条亚基亚代替企业工会集合全台股份会，一透早为台北车头游行到立法院，提交陈情批予立法委员。工会批评行政院甲交通部对台铁公司化的条例无充分沟通，就送到立法院。23台铁企业工会甲产业工会分别召开记者会了后，最顶加上街头。台铁现在的问题是真的只有公司化可以解决吗？台铁的改革常常会说我们有跟基层沟通。但实则上是根本没有沟通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是基层员工要参与。除了基层的参与，商编工会嘛拢对公司化以后土地利用提出质疑。台铁公司化条例里面，很多资产、土地资产必须回归到一些政府所有，包括整个资产又会拿去整个作为整个偿债的基金，那整个土地未来势必会生怕会变成财团化。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政府无可能拆地皮，对土地规划是要以收租金、开发等方式帮助代替行销。所有的目标一样，就是让台铁透过它的这个土地资产的开发，得到更好的收入，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也就是说，有收入以后，它可以改善它的安全。可以提升它的科技等等。其实工会不懂我的心。游行结束了后，企业工会登去台北车头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工会后一步。三甲工会表示会送出劳资争议调解，嘛呼吁企业工会甲火车司机三甲工会，无论是透过调解，也是罢工等等手段，一定要带领劳工做有力的抗争。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镜头来新竹市是通过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修正草案，买厝毋是要买来家己住的，会照你有几间厝采用无同款的税率来扣税。5间以下税会扣2.4%，若6间以上税就会扣3.6%。新竹市通过房屋税征收率自治条例。税务局表示，这届修法新竹市影响户数差不多有14000户，其他222000外户，大概93%的人并未去受到影响。条例会对今年7月开始实行，请民众要特别注意。非自住的部分啊，5户以下，我们由原来的税率1.5%调高为2.4%，6户以上的这个税率哈，就调高为3.6%。我想大概是尤其是这2年，那个房屋的价钱一直往上飙涨，那我觉得政府总是要有所作为，针对这些多屋族啊，我们在税率上总是要做一个调整啊，我想比较符合社会正义。针对囤房税的部分，房仲业者认为，对有6间房厝以上的民众，确实会造成压力。不过，短时间内对厝价影响应该有限。对于多房主来讲，确实会有一点小的心理压力，会在短期他可能会做一下调整。那确实应该会有一个效应是愿意把房子释出到市场上面来，做销售的部分会有，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不会造成大量的。目前6都以及新竹县市拢调整囤房税，相关的税率是3.6%，效果如何？敢会减少空厝？就等税后实行了后才会知影。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德国，全世界电动车的龙头特斯拉，即马设伫德国柏林的头一间车厂已经开幕啊，准备要去占欧洲电动车的市场。特斯拉伫开幕头一天就交车交出30台，嘛讲未来当年会生产50万台的电动车。特斯拉必定厂拜日正式启用，执行长马斯克亲自将第一代在地生产的 Model Y 交予客户，一共总共有30位车主伫咧仪式了，将新车开动去。马斯克也得到音乐，甲现场伫咧翕相的无人机做阵跳舞。必定厂是特斯拉伫咧欧洲设的第一座工厂。马斯克讲，以后供应欧洲市场的车就直接伫咧遮生产，免搁自上海厂甲美国厂调货，减少运输成本，4月就当开始生产。Every vehicle that we make will be another step in the direction of a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 这座工厂按算会当替当地创造12000个工作机会，即马已经请3500人。德国总理肖兹要来现场。Und eben auch diese Entscheidung, eine nagelneue Automobilfabrik in diesem Land zu errichten, eine richtige Entscheidung und ein Zeichen für den Fortschritt und die Zukunft der Industrie. 盐埔伫特斯拉必定厂热烈启用的时阵，工厂外口是有一群环保人士伫咧抗议，因认为这项建设会危害区域内面的资源供应，也有野生动物，也担心会影响附近的交通。进前就是因为环保的问题，所以这间工厂的启用已经拖了8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初才摕到执照。特斯拉估计，若是营运顺利，到2025年。必定厂的年产量会当到50万台，会
会比因的竞争对手福斯去年伫咧全世界所卖的45万台纯电动车也搁较侪。公司新闻詹惠敏报道。委内瑞拉经济歹，政府已经连野生动物拢顾袂起啊！大部分即马拢是靠民间咧顾咧斗相共。伫当地就一对翁仔某甲引导变做动物救援中心，受伤的树梢会送来遮救，2年来已经救上百只。罗德里格兹翁某住伫咧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郊区，2年前开车时阵伫咧路边救到第一只倒伫咧路边受伤的3支砖头的树懒手尾，就甲这种动作正慢、看起来好呆佫正古锥的生物结缘，因甲因的徛家变做救援中心。Ellos son fauna silvestre. Nosotros lo que queremos es rehabilitarlos, ayudarlos y liberarlos. Sobre todo， 81号的树懒手尾是爬树仔时阵无水力去吸着高压电受重伤，连兽医拢建议莫救啊。因故伊展现强韧的生命力，当过9个月治疗，总算活来。因故4支脚只敢若剩1支顶头，也个爬树仔爱用的脚了，所以已经无法度甲野放转去大自然。救援中心就用伊号名，并做这吉祥物，伫社群媒体有上万的粉丝。无过真正甲手尾伤势差不多的第102号被救援的树懒，虽然失去部分脚了，因过克服肢体障碍，成功转去大自然，也个真侪人来甲伊送。Nosotros este ejemplar es muy importante ya que demuestra que no todos los animales electrocutados deben ser eutanasiados o están obligados a vivir en un santuario. 委内瑞拉长期受到经济制裁，钱愈来愈无，再加上疫情，所以无论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土地倒拉难困，政府怎么拢无啥伫咧顾，所以民间的行动就真重要。救这寡树懒怎么也拄着资源无够的情形，所以因就上网，希望南美洲好心的专家兽医斗相共，尽可能帮助树懒有安全的生活。公司新闻施惠两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22时有公布全世界空气品质的调查报告，因是调查6475个城市，内底有93个城市有核热气加 PM2.5超过标准超过10倍。那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已经是连续4天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海上食力的第1名。世界卫生组织 WHO 委托瑞士空气清净科技公司 IQL 为进入全球空气品质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被调查的6475个城市，只有3.4%是符合世卫标准，93个城市的 PM2.5浓度比建议基准悬出10倍。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前6名拢伫印度，首都新德里甚至已经连续第4年排名第1。中国受超过一半的都市空气品质，甲1年前来比较，全部拢下降。新疆和田是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都市，主要原因是伫咧沙尘暴。孟加拉是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国家，甲前1年来比较，非洲国家查得的数据头一摆纳入了后，名列空气污染第2严重的国家。每年的冬天，当德里的空气品质变甲有毒的时阵，当局被迫爱甲学校关起来，真侪囡仔喘气困难而住院，凸显需要采取更加严厉做法，整治空气污染的急迫性。We need to have a mass awareness generation in this field, which is currently missing, in order to create a demand for clean air. Whenever we ask our politicians, no one never asks for the clean air. That as in the next assembly, please provide us clean air. That demand is yet to generated from the public. So until and unless that demand will be generated from the public, I think we will not be hopeful of having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QL 甲历史和平东南亚分部所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2020年德里的空气污染问题造成54000人早死，比全球其他大城市悬出真多。池戈镇医学期刊2019年的研究显示，有167万印度人是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日早起各地水气共款较高，毋过过昼了后水气就较减。明仔各地的气温会变好天，也毋过正紧，拜六暗的时阵阁会变天，因为方面晚近。礼拜日咱全台湾拢会落雨，会落到后礼拜，中部以北雨水会较高。那后礼拜日透早会上寒，低温剩无15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你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Згинуть наші вороженьки, як роса